約翰福音第7章。事後，耶穌在加利利省來來去去，無愛去猶太地區，因為猶太人嘅領袖想愛殺害佢，猶太人嘅得了嘅節會到咧，所以耶穌嘅老太老佢講：你要離開了會去猶太，好半日學生愛看你所行嘅奇事，人愛出名。就唔好在暗中做事。你既然能行了道奇事，就應該在世人面前表現出來。原來連假老太也唔信佢，耶穌對佢哋講：你哋隨時請方便，總係我嘅時機還忙成熟，世人唔會厭恨你哋，總係會厭恨我。因為我常常指證佢哋嘅作為係邪惡嘅，佢哋自家去告誡，我兩下唔去，因為我嘅時機還忙成熟。耶穌老佢哋講了條話以後，還係留在加利利。耶穌嘅老太去告誡以後，耶穌也停停去，佢唔係公開去，係暗中去嘅。這其中猶太人嘅領袖特所在尋耶穌見問，佢在哪位？眾人為到佢議論紛紛，有哋講，佢係一個好人；有哋講，唔係，佢在散通眾人。仲係大家唔敢公開談論佢，因為佢哋驚猶太人嘅領袖。這期過體一半，耶穌就上去升天教訓人。猶太人嘅領袖感覺真奇怪，講：這個人無數乜嘅教育，讓我按住學問啊！耶穌講：我嘅教師唔係我自家嘅，係對嘅採我嘅上帝來嘅。人那係決心愛行上帝嘅旨意，就會知我嘅教師係對上帝來嘅，也係照我自家嘅意思講嘅，照自家嘅意思講法嘅。係想愛用講自家，唯有想愛用講嘅採記來嘅，真係真實無虛假嘅人。摩西唔係將法律交俾你哋嘛，仲係你哋冇一查遵守法律，你哋做乜嘅想愛刺愛呢？眾人回答講：你不歸父神的，乜人想愛刺你呢？耶穌講：我在安息日行一個神蹟。你哋全部看作怪事，摩西吩咐你哋行割禮。其實割禮唔係對摩西，係對先祖開始嘅。你哋就在安息日為人行割禮，那係人在安息日行割禮，目的係維護摩西嘅法律。按樣，我在安息日本一個人完全恢復健康，你哋做乜嘅責備我呢？唔好照外表斷是非。按照公當嘅標準來判斷正錯。有到耶路撒冷人講：這個人敢唔係記得上愛刺嘅嘛？你看，佢公開講話，三無人出來反駁佢，敢講捱到該領袖確認佢就是基督嗎？事實上，基督出現嘅時，無人會知佢係對哪位來嘅，總係兩個人嘅來歷，捱得非常清楚。當時耶穌在升天地背教訓人，佢太上宣告講：你哋真見認識我，點解對那位來嗎？我來並唔係做自家嘅意思，佢採我來嘅係真實嘅。你哋唔認識佢，仲係我認識佢，因為我對佢嘅未來係佢才派我。佢哋就想愛作佢，仲係無人下手，因為佢嘅時機還蠻多。眾人當中也有好多人信佢，佢哋講：基督來嘅時，會比兩個人行較多嘅神蹟嗎？法利賽人聽到眾人按樣紛紛議論耶穌嘅事，佢哋老祭司長就派警衛去捉耶穌。耶穌講：我還有多少嘅時間同你哋講下，然後愛倒轉採我來嘅機會去，你哋會尋我，仲係尋唔到。因為我愛去嘅所在，你哋做唔得去。佢哋猶太人嘅領袖彼此問講：兩個人想愛去哪位，本來就尋佢唔到呢？
敢讲佢可以到分散在希腊人中嘅猶太僑民嘅位置，搞希臘人希望。伊讲你哋要尋愛，總係尋唔到。又講愛愛去嘅所在，你哋做唔得去。呢個話係乜嘅意思呢？節期嘅最美一日，就是最莊嚴嘅一日。耶穌起起來，大聲宣告講：人那係最早就應該到我這位來臨，信我嘅人就聖經所講，對佢內肚會有江河流出生命嘅水。耶穌呢個話係指信佢嘅人所愛接受嘅聖靈講嘅，這時聖靈忙有降臨，因為耶穌還忙得到榮光。眾人當中有千多人聽到呢個話，就講：呢個人確實係個先知。也有人講：佢係基督。仲係有人講：基督讓會對加利利來，聖經敢唔係記載，基督係大衛嘅後代，愛講神在大衛嘅本鄉伯利恆嘛。眾人就為到耶穌紛爭，有啲人想愛作佢，仲係無人下手。佢條見為多轉去見祭司長，留法律衰人，佢條問：做乜嘅無種記載出來呢？佢條見為應講：從來萬事有人像佢咁樣講法嘅。法律衰人講：你哋一本佢騙走係嘛？我條嘅兩手也係法律衰人，敢有先記嘅嘛？啲啊條無明白無視法律嘅百姓，係屬主嘅。佢條當中有尼哥底母，佢以前是去見耶穌，佢提醒佢條講：就我條嘅法律，盲審問也係查明人所做嘅事，敢做得聽佢嘅嘴嘛？佢條講：敢講你也係加利利人嘛？你去查聖經看，出地加利利唔會出現地。